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福气来的时间咯。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各行各业过得过辛苦。不过也惨的也是有人唔惊疫情来挑战自家开始去创业。今日的来宾就是睇美农开一间韩国料理的餐堂。佢卖係乜嘅韓式的料理呢？佢嘅創業之路又係樣板？接下來邀請佢同大家分享佢自家的故事吧。馬上來分享我哋來自美農嘅文彥正。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咧我高雄美農人我係文彥正，今期美農開間韓國的餐堂。歡迎彥正來到我哋節目直播喲。彥正，頭都有講嘛，你自家係來自美農來開一間韓式的餐堂。不過我哋睇韓式的餐堂之前，我想請教一下彥正你自家本身係美農人之前有喺其他地方工作過，也係講創業過嗎？我之前係咧去台中上班，差唔多7年啦。咁我台中有朋友淨係去創業我去台中以前，其實有去澳洲打工1年啦。有那個經驗嗰種自家嘅工作喺美農創業已經算係第二度嘛，2度創業安尼嘛？算啦。不過其他工作經驗喺台中同朋友傾下，也係開餐堂，係嘛？係開餐堂。你自家本身咧學一個食品方面嘛，也係講料理方面咧，讀書嘅時間。沒呢，其實我算不務正業啦。我高中嘅間讀其他農教，大學讀教育大學，攏係讀農業相關嘅。其實就係對餐飲完全冇關係。不過喺呢路卡條牌都開緊你啲小吃有做過板栗丁，有做過做丁，有做過春卷皮嘅，所以就那個有那個經驗，所以就培養這個算這個興趣安尼。嗰個意思係講，路卡韓式都從事一個同食有關的個產業行業嘅，嗰個萬世看到佢其實有受到影響啦。有啦。我去聽書嘛，嗰個對料理來講，也不是說很陌生。睇創業之前，去到台中有去到澳洲去打工去澳洲打工嘅時間，可以同大家講一下。第一講嗰度去農場，又去做嘅餐堂嘅waiter啦，你自家做嘅係乜嘅方面嘅工作㗎？我嘅澳洲嘅我係咧做台灣人開嘅台灣餐堂。因為我初初有講就韓式都講做食的嘛。講我真正有接觸到咧餐堂嘅廚房嘅條路，其實係去澳洲嘅因為就我喺地位做嘅就看到咗原來呢啲廚房分工可以按度，要切要這個一個面，要炒要一個面，內完嚟咧嗰條料要一個面。就佢哋就有啦，就看到啦條樣子原來伊咧廚房嘅條路按度安尼，就正常本來正常講要安尼，就行那條路就會去澳洲那個廚房開始安尼。不過澳洲去到嘅參加咧台灣嘅料理嘅傳統，今年咧台灣料理賣係乜嘅？我哋喺呢期咧華人圈地位啦，佢條價做嘅係做兩種融合豆漿用嘅，又有賣同薯條，又有賣紅薯條嘅正餐，就而算多元化嘅。係即個佢早餐部門地位，我係咧做咧做包嘅。做包嘅。因為做包嘅其實做包嘅條價講到我有做過春卷皮嘅，就底下對麵粉啊啲。做熟食啦，所以就加盤都做包嘅那個部門不過做包同做一個春卷皮講好來食材當係麵粉不過應該還是有差別吧？其實有啦，就其實好價在條價是高有耐心嘅帶唔明，因為算有興趣，不過冇經驗，所以呢啲嘢嘅算嘛係辛苦啦。加上咧就幾多東西都唔同食得㗎嘛，甚至連到嘅忙都曉得，你條價你就天天嚟帶我做，又拄好有依個阿姨，有啲阿姨就算而家四川嘅阿姨，算係師傅，就帶恁嚟做安尼。彥正，你喺澳洲一個傳統工作研究嘅時間我也感覺到幾好奇，想去請教一下。就算講佢哋開嘅係融合豆漿，係台灣嘅料理，不過
为了爱符合当地可能欧洲人当地的发言，今日咧口味啦啊同食材的选择上面，会唔会有做改变，也有乜嘅冇相同的部分冇？其实东西拢差唔多，嗰度东西也可以对台湾人以来就对台湾人以来啊，总的话就对欧洲嗰边拿，像米就会，沿嗰边的米拢係是泰国米。哦，重重嘅嗰種。重嘅係啊，冇像台灣嘅種蓬萊米。啊，所以其實就嚴重的做調整呢，就冇法度，啊可以忠於原味，就盡量對台灣人以來安尼。所以口味當個其實冇乜嘅差，啊唔過，雖然咧台灣人可以傳達，啊伊嗰地方有嗰度香港來嘅師傅，有像人哋講嘅四川來嘅師傅，係嗰度算大融合啦，所以口味當個又有是把台式，又有是把港式，又有是把川味安尼，哇，就還蠻特別啦。啊，你自家喺地方有學到乜嘅？自家攰到台灣之後有聽人嘅料理啦，後市面嘅工作上面有乜嘅影響嘅冇？就其實對我影響過大嘅就可能工作態度，因為人都講啊，這邊其實輕鬆，可是嚴格。就是它是氣氛是輕鬆，可是你做的東西是嚴格的。所以就影響我做事情的方法啊，還有就可能一些料理的知識，就對地方出來哦，樣子，頭都有問到一個應該說很好奇的一個問題。如果第一個每個人有台灣的料理，中華式的那種料理，其實唔敢食吧？像你的鹹豆漿，嗰邊有得賣冇？鹹嘅台灣人啊？有呢，其實有呢。啊，有看到每個人食冇？冇，就是說台灣人食咧。係啊，你像我記得講，我有看過嘅苗栗紅嘅影片啊，其實每個人第一擺食到有種係鹹嘅台灣的時節，其實都感覺講嗰種唔係講口味哦，其實嗰種口感啊，是可能怪怪有冇？像嘅豆腐花啦，嗰種其實都唔敢食。真係唔睇地方冇看過每個人來食入嘅哦。係冇咧，真種冇，也蠻冇。像每個人其實類似咧，家攏係包的啦，就油條，就那種比傳統的中華料理。冇就類似牛麵，一條幹嘛有賣牛麵。哦，你凍煮的嘛吼。凍煮的，所以冇看過每個人點鹹豆漿那種特別的料理。啊，你能睇工作迄個，後市面還有去歐做料嘛？啊，你睇個料的時間，能有特別去像嗰個乜嘅個特別的景點嘛？吼，去個料去看的啊。那個歐洲嘅家就會安排吹料，像有印象嘅，就是台灣有印象嘅，除了就歐洲嘅大堡礁，還有安尼咧紐西蘭，因為就我離開歐洲嘅家，還有一紐西蘭料安尼。哦，如果本島啦同紐西蘭嗰邊都有去聊過嘛？啊，你自家講到最特別最強嘅地方係乜？最強嘅其實都台灣強咧，米咧都冇共用。攏春夏秋冬嘅剛剛攏無嘛相同。啊，我有真正嘅推薦嘅就澳洲嘅話就去大堡礁一定要去，因為講啊會消失咧嘛，會不見了。還有紐西蘭，印象最深嘅就是真正係咧紐西蘭，因為像我去環南北島，去了解一年，我哋第一站就會去紐西蘭嘅基督城。我哋算去嘅家，我哋對個算出發嘛。我哋就是安尼老嘅家，我哋行下到安尼咧，皇後鎮嘅家咧，拄好紐西蘭基督城就發生安尼咧大地震。我哋在老古內嘅就基督城規個攏無嘛相同嘅，就伊就對個古色古香嘅一個城，一個都市，變成一個廢墟用嘅。哦，就你的印象最深刻。印象都蠻深。俺不對，因為俺剛隔天去比去奧克蘭，俺不對又拄到安尼大餘震，就本來上到921嘅啦，就印象都蠻深。真的，對於台灣人來講，吼，也個體重吼，雖然講已經關係，不過看到也個事情，新冠都還會面到講哦，台灣有乜個事情發生過，也個事情會觸動很大，然後對其他國家人可能冇乜個影響，可能對台灣人就會有所觸動。啊，唔過唔能睇個除了看到講嘅風景之外，睇個工作嘅時節，也講喺當地華人嘅社區嘅時節，唔能有拄到過去睇嗰片歐洲嘅客家人。客家人哦，睇到嗰片咧有嘛？
冇呢，講真種冇呢。哦，唔係大家都冇講客家，都認唔出來。嘛有我有讀到闽南嘅同鄉。哦，也共樣睇嘅工作。伊從係係咧從咧語言學校出來，還有從嚟咧從嘅傳承，但係有演。係哦，你哋有講客家冇？有啊，我哋從其實間嗰邊咩嗰度攞位來做嘅種同嘅嗰邊來嘅，我哋講咪嘅，我中意講客家。哦，你要騰死。好喎，安尼係大啲嘅哦。安呢班學讀到我哋同樣我講客家嘅時陣，比較講嘅咪嘅時陣，用客家嚟講，都可以個安尼試過下先。哇，觀眾朋友，許多講話嘅時節啊，有嘅經驗真是當忙貼拍到，唔過讀到同鄉，有啲講客話嘅時節，大家會唔會感動呢？哦，還有更多精彩故事，休息一下，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哦。喺歐洲打工嘅經驗一定係豐富，一定係神奇。唔過幾多轉來台灣之後呢，認真要睇做乜嘅呢？認真，幾多轉來台灣之後啊，即係就開始睇同朋友創業嘅嘛。應該講係古來家咧就係要先去推動前條路啦。有啲朋友家講啊，啲藝人嚟推動咗飲料店好冇？仲啱冇藝人先嚟推動前飲料店呢條路。做乜會變成傳承？就家拄好藝人自家評估下來講啊，佢飲料店見嗰時不飽和樣嘅，冇見寒風來襲咪就寒流，就慢慢到安尼咧混嘅啲料理就出來。仲啱冇藝人就嚟做韓式料理可能是。拄好有一間安尼咧加盟韓式料理嘅品牌，對本人加盟，就對佢開始安尼。哦，係啊，我記得印象地本我去到台中去了嘅時陣，嘅行啊，米咧做嘅賣涼嘅啦，飲料店，但蠻多呢，每一種品牌都冇共樣哦，唔能自家先都考慮過啦，之後來開一個韓國嘅傳統嘅時陣，唔能有去特別先過嘅開傳統嘅起點，有去看過嘛，有去講人哋可能入邊人嗰度，有去先研究過嘛。有啦，其實侬一定會有嘅本來嘅創業，所以我先去看下市場評估。那個地方有適合冇適合安尼。按過所以我朋友他們剛從啊，伊攏請嗰種黃金店面，可能租金得蠻貴，按過人流得蠻大，就對佢開始變安尼。對台中嘅時節開一間傳統都19嘅。藝人通啊做5年啦。就攏可以做韓式料理來開安尼。睇嘅韓式料理喺工作嘅時節啦，其實佢同喺歐洲工作可能差唔多，有嘅無共嘅分工嘛。人哋會喺附近乜嘅工作啊？其實我古來家做韓式料理嘅，我其實係那個外場嘅條路，我咩可以做內場。因為就我哋有其他朋友同我做，有啲位可能經驗比我豐富。做廚房嘅經驗夠豐富，所以我就會分發到外場去做安尼。我從係同人客互動過嘛，嗬。係啊。睇下同工作嘅經驗點樣，又讀到個乜嘅人哋講嘅印象夠深嘅人客，好嘅也唔好嘅都可以講㗎。就一定有啦，因為種係就接觸外場就冇乜經驗咩，所以去像我哋咧中部嘅，我哋一開始沒有中部輔導啊。研這而家人就自家來咩，人就像人自家嘅很多而家就問題弄出來，就冇菜煮茶啦，冇煮得慢啦，冇覺得人哋服務唔好，就更加對我嚟講係更加係呢啲就唔點樣嘅處理樣嘅，就冇經驗嘅呢。唔過有嘅東西唔係講喺藝人自家做唔好咧，係一種主觀意識啊。有可能講藝人做嘅其實已經過夾嘅，唔過前面等太多嘛，人客都會催嘛，做到一種嘅時間，你咪用埋去同人客講。就一定要先看下問題起來，先介意講原因，再介意排釋安尼。係我就有印象嘅係咧，有一個阿姨啊。
伊每摆来吃东西，拢会带伊妈妈，伊妈妈就叫生人食，年纪大蛮大，伊会好生人这样的东西。伊后给俺哋喊伊阿妈咩，伊行动没讲过方便，所以来家俺拢介安排俺哋咧门靠近门咧位嘅，叫个家俺哋这地边俺哋咧后生嘅，就底下讲阿妈来就会准备个好熬嘅食材，拢位拢介准备好来安尼。哇，安尼够贴心呢，甚至还会注意到年客哦，其他个年纪还特别同佢做一个好炒下伊个食物，哦，安尼今日应该够感动哦。系啊，因为条摆个应该讲，个后生个人拢够皮咩，就今日小朋友拢都顽皮啊，按个人对那种看到啦，老人家也嘛还会蛮贴心啊，就係講個感動用嘅，就要教好來啊，要教人教好來。嗰種睇下台中工作嘅經驗，其實係在培養同那個顧客互動的一個過程，然後培養一個經驗。你自己有想過講可以挑戰一下女蟲嘅經驗嗎？就應該講，這個因為我哋有做員工餐啊，我就會利用員工餐那個時間，這個你去摸索啊呢。去練習一下，去練習下，看底部嘅廚師，廚房用嚟煮嘅，就會去摸索嘅，去研究一下呢。嗰種因為你有一個台中睇開嘅一個韓式料理嘅經驗，嗰種就現在貴州真係好嘅差唔多嘅，都貴州真係面農工作係安尼嘛？唔係呢，因為一開始媽媽想講啊，去行韓式料理那條路，應該就做一個階段呢，有我剛剛是把職業倦怠啦。就唔做嘅咩？想就自家出來，想可能可以做埋個條路安尼。出來嘅就幾想問講唔見台中有乜個條路可以做？就看到見雞蛋糕都蠻流行，就啱啱就來做嗰陣時，佢做雞蛋糕嘅就因為係嘛學到，就先買滷嘅買安尼咧叫做設備過來，可以行嗰種個簡單種嘅。這個行嘅攏行快，啲食材攏調香香嘅。你做一嚿張真是成功烤出嘅好嘅雞蛋糕。應該這個公司仲係摸索會半年咯。半年咧？應該要去上課，要買嗰度食譜書過嚟看。一睇對啦，就看下人用嚟做嘅。就差唔多。真正成功的，會半年讓真成功行出來一兩雞蛋糕啊！你這個行嘅全部你自己係試嘅味道嘛？全部你自己是還有你請嘅朋友同同事來上嗰那些好嘢唔好？有啊，我就會所以我就真本認識啦。不如行業回饋講米線用嘅安尼啦。再來一個調整嘛。也半年來，見到會唔會接到人天巴，也看到唔會清強，因為很礙事。唔係，因為講冇在不會雞蛋糕嘅。有職業倦怠，見到是都會有料理工具真，跟年人可能都唔敢食雞蛋糕，看到都驚嘅。係啊。唔過其實個睇轉換一個跑道嘅時間，做一個雞蛋糕，係現在做個攤車係咪？係出來嘅就偏做，就先出來擺攤車，就有接觸到安尼市集，然後底下就見安尼咧，台中嘅文化有市集活動那個，好像開始去攞杯做安尼，順便打知名度。你睇傳統轉換到一個市集，走一個市集嘅時間，你感覺一兩片啊，那一種風格有乜嘅差別冇？就其實佢傳統，就做好嘢事情就會，我對人哋客人就有一個交代安尼，交代好了就會。我做算自家創業，就變到乜個東西攏會自家來，唔要擺市集，生意好壞攏會自家負責安尼。你走市集有嘅，我記得有幾多好朋友，見到也去走市集，見到去擺攤嘅嘛。走到後市面有幾多好朋友，會天天見到搶下來去走市集，你有一種情形冇？會啊，就有好嘅活動啊，會同阿報安尼，就會講幾來活動唔會差，來參加冇。有人係追着你們跑嗎？嘛係有呢。我印象嗰陣咧，就會有一個。可以推崇做雞蛋糕，有啲小朋友他們好生眼嘅雞蛋糕，有一擺就冇來嘅，就變成媽媽來買，
就讲爱做嘛给弟弟妹来买的，比如讲伊不平的有罕见疾病，就讲伊无法度来，如果伊去医院他们想念人的鸡蛋糕，买一杯自然的。哦，有除了去年卢卡人买过一本文具狮子外，自家有去做咧特别咧鸡蛋糕送本去鼓励佢一下啊。就有会做个特别的口味啦，就记得做咧加咧米浓的擂茶，伊个本来淋的茶嘛，改变成来咧鸡蛋糕的内馅啦，改包啊个地方像伊自然的。哇，其实都应该quite感动哦。应该会有啦，会算会来鼓励安尼啦。不过睇下即做一個司機，其實順風來做一個雞蛋糕也做一個成功嘛。唔做嘛嘅，起碼嘅人人本上講我專顧來面濃來創業嘅。雞蛋糕其實做嘅一年人，就剛剛推出一個市場真係真飽和，就拄好安尼咧，拄好疫情爆發咩，想講望就趁那個機會。鼓勵面濃，拄好親切有咧店面空下來嘅，從望就鼓勵面可能是，其實鼓勵面濃以前，有先照過安尼咧面濃嘅市集，其實佢就開始去賣安尼咧辣炒年糕嘅，因為個雞蛋糕大滿人做，就先鼓勵賣辣炒年糕，反應唔會差，從望就鼓勵。是可能是，不要可能是安尼咧面濃做起來冇安尼。其實也唔係馬上想到都轉過來咧，其實要悄悄地利用一個機會，先轉過來面濃，做一個司機，試一下水溫，將之前喺韓式料理傳統學到嘅來先來試看下先，係咪啊？不過做其實慢慢幹傳統嘅米是傳統人，這個有在調整啦，因為畢竟係你做微創嘅你廠嘅伊。地杯做伊唔會正宗搞唔開嘛，就這個模數嘅，所以鼓勵面濃嘅，係你想到有時把調整調米安尼。唔過真是講好來，也幾好擔呢，認真。即以前呢個時節啦，其實人哋當地幾多嘅紅飲都受到衝擊，甚至於講到數紅來係有，你可能無法度好內容啦，有得，唔自家來現在轉過來做一個衝飲嘅動作嘅時節，盧卡人有冇嘅反應啊？其實。盧卡人其實嘛係可以鼓勵做啦，因為嘅安尼咧，像講即老闆研究嘅，鼓勵面濃慢慢查，就好家仔又做起來啦，就要口碑又大起來。係啊，不過盧卡本身之前就有做一個餐飲嘅經驗嘛，咁嘛嘅盧卡會唔會有想講自家來做一下盧卡嘅條路好，唔是在創業做其他嘅工作，係總比有安尼嘅想法嘛？其實冇。因為應該講做餐飲係你自家選擇那條路，因為盧卡佢就冇做嘅，像爸爸佢去做鐵鍋，媽媽做自家嘅面濃米菜安尼，所以就跟小吃冇相關安尼，因為係咧自家做嘅條路嘅關係，所以又再鼓勵做料理安尼。好彩哦，鼓勵雖然辛苦，不過盧卡人係喺講幾多嘅知識，係最大嘅動力嘛，係啊。哇，觀眾朋友，難得幾多面濃來創業，係咪真順利呢？所以等一下過來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哦。喺外地工作嘅多年，好不容易回到面濃來創業嘅，應該係一個幾幸福嘅事情。不過地方應該也有幾辛苦嘅地方吧？繼續來請教驗證咯。驗證，吃嘅回到轉來面濃，我現在做一個韓式料理嘅時節啦，係咪過程都輕順利？都馬上都簽到，頭都有講嘛，盧卡有啲地方空出來嘅，落嚟做店面嘅，係咪就輕順利？落嚟做一個傳統都開放來啊？冇咧，就其實面濃當務農嘅也蠻多，然後自家就有菜賣，有自家煮，人其實鼓勵嘅為他們辛苦嘅地方，就像講我用嘅經驗下放出來，我可以來試看下是哪裡，就那個最辛苦嘅地方，就主要係咧我做起來就口碑啦，因為人講應該就他們特別咧
东西，就因为闽南的选择可能就饭的啦，可能就一些小东西，就这种有韩式料理之类，会让他们兴起。俺人底下讲韩式料理有几多品相嘛，几多种无共用的，俺人店方哦主打係有卖哪種的啊？主要像俺看到有那个辣炒年糕，像俺的招牌，还有泡菜，又有做拌饭，跟那个韩式锅物安尼。哦，算几道呢？不过闽南人头先有讲到，大家讲迄是习惯的传统的口味嘛。人对店方的料理，哪个最受到闽南人的欢迎？应该讲係呢，算辣炒年糕跟韩式炸雞啊。因為辣炒年糕算大家人開始認識嘅人，其實就係因為辣炒年糕。像闽南嗰度算長輩嘛，因模式按辣，因對韓式料理嘅印象就係東西過辣，就冇想嚟買。人味道那個就有是把跟辣度去做調整安尼。因為係講雖然俺哋想要忠於韓國的口味，但是我剛剛講合胃口比較重要，所以就有做一些調整安尼。燕正，自家有講啊，做乜嘅睇闽南雖然講人口味有調整過嘛，做乜嘅會講，大家係對辣炒年糕開始嚟認識唔定咯。因為算辣炒年糕，自家有算有自信心啦，因為講自家可以出嚟做嘅嘢，有安尼咧韓國啲人下嚟買。也是都會講，米絲間環境大蠻相同，我就講都大家會剛剛講，成功嘅安尼，還有安尼咧韓式炸雞這個蠻推薦的啦，因為我哋都係用新鮮的去骨雞腿肉嚟做嘅，那每次都有7、8個雞嘅安尼米絲安尼，雞肉嘅米絲安尼，有個牛嘅人講嘅糯米啦，冇不適合的味道，其實唔會出現喺地杯。不過頭先有講到，最高的肯定都會講，有韓國人本認真講，人哋家鄉嘅米絲都會共用哩。除了安尼，我還記得講韓式料理地杯啊，其實今日有幾多種無共用嘅泡菜，人哋泡菜也共用按照我哋韓國嘅方式嚟去做嘛，也係講有去做調整。我攏依照韓國的方法去做的啦，就個廚師應該是跟他是。有個都會自家做的泡菜。自家做的。我像做韓式泡菜嘅，我自家其實有試過那個台灣的大白菜。用台灣大白菜做就感覺會難用嘅，因為佢會出水，所以就會發霉。所以我會開始用韓國的泡菜安尼。不過除了嗰條原物料一定要用韓國的以外啊，像安尼咧嗰條蔬菜我攏盡量用台灣的。用闽南菜籽嘅。嗰新鮮像快菜啦，安尼咧蘿蔔咧我攏盡量用闽南的，因為嗰甜啊。所以我聽，你自家有感覺冇嘛相同嘛？有，因為真是要同大家報告一下，今年的泡菜啊，真是有調整過冇像韓國的按辣哦，觀眾朋友。不過真是還係好食，有個韓式泡菜的米絲。批紅落嘅時節啦，有個韓式咧食過嘅啦，有個係鬼酸，人都講佢唔係真是韓國的。有個食紅嚟像冇蒜米，像辣米嘅，有個係失敗嘅酸酸。不過佢脆度真是都韓菜哦，唔係爛爛嘅。我要跟那個辣椒的香氣又還在，不過唔會拉那個蛤蟆蓋。三麻也唔會，好食呢，真是用藥嘅來煮湯啦，也係講批其他嘅料理，一定係好食的。人推出一個泡菜嘅時節啦，人試過一道種嘅大白菜，當時都講，應該要用進口嘅。我講這種可以試一樣，我有用過那個泰安的大白菜，又有用過台灣闽南這間人種嘅，就做起來就感覺水分，像做大白菜的過程，要先用鹽洗過，又會出水嘛，開始滷嘅嘢又會再出水排，不過唔係用安尼台灣的大白菜嘅，伊會出水嘅講洋蔥，伊就會佢嘅就會爛就冇食到安尼脆脆安尼。係咪係環境嘅原因？因為今日喺高緯度有冇個寒熱，嗰時候今日上風來過程冇嘛共用，雖然講品質也係當台灣嘅也係幾好，不過真實就會有個差別。其實可以嚟當台灣人嘛有種個韓國嘅，不過就會米絲係相當有長啦，
所以就海鲜啊咧，尽量用番茄咧东西去做过好，做来让个口味个拄好安尼。除了一个食材啊，係用進口吼調味料啊，用進口嘅。還發現那個帶過來嘅薄誒，真正唔係像台灣不時會看到嘅這種薄嘅哩。就那種嘅冬瓜啊，就算伊啊，安尼咧加熱速度夠強，安尼保溫效果嘛夠好。像做嘛有雖然咧韓式料理啊，鍋咪種陶鍋哈，佢要保溫，都要夠容易保溫安尼。嗰種連一個薄嘅也特別對韓國買過來哦。係啊，弄最韓嘅料而家弄介帶過來嘅。哇！入海關嘅時間，見到我有講，個海關人會可能奇怪，有個喺度做生意嘅嘛，弄貴州嘅時間帶全部按到薄白弄過去。上我悶啊，我個好奇啊，做嘛我帶按到薄嘅過來安尼。人更加係做韓式料理，幾多面濃可以一嚿嘅啊！做韓佢面濃做誒一年啊，我2年嘅。我2年嘅，人見全部喺睇固定嘅地方嘛，也係像頭擺佢用，其實有店面嘅，還會去走一個市集。我係相通係我每一站嘢有辦嘅方案，我會去參加。只要有機會有一個時間，你都會去參加。係都會參加。人參加過面濃嘅市集，之前咧有一個嘅水準嘅市集，人也有去擺嘛？有啊，嘅達萬多年嘅這種因為講水泄不通啊，就人安尼會人跟人是貼在一起的，就達萬快行安尼。按嗰啲嘅人潮達萬多。安尼認真，安尼人嗰度嘅市集其實人機會也嗰度嘛吼。人講講面濃一種市集啊，同喺台中佢哋參加過嘅市集有乜嘅差別冇？其實有呢，像台中嘅市集，伊也台中嘅東西變化過急，所以就常常會看到個新穎嘅東西。像美濃那邊嘅市集就會以農產品，看到農產品嘅推廣過度安尼，所以就兩邊冇嘛相同嘅地方。其實也有各有長處啦。如果假使講我認識新嘅東西，有可能去到台中嗰種都市度嘅地方去認識嗰度新嘅東西，甚至於講冇共用外國嘅東西也有。唔過認識一個地方嘅話，一天就會從美濃一種市集嘅，可以認識在地嘅農產品，甚至於講有嗰度文創商品，係冇？有地方我看到嗰度朋友去聊呢，真正真好聊呢。你參加一個市集啦，有認識其他外縣市嘅朋友冇？有啊，就。其實有幾面濃嘅市集都到台中來嘅攤友，台灣認識咧，就問講你做嘛？我想要來參加。如果上一擺可能嘅水準市集達萬鬧熱，伊想要來參加，伊就先來面濃，可能是因為看過達萬鬧熱，就先來面濃擺安尼。安尼難得讀到，人會同佢哋小嘅講面濃有哪好教好料，也係講同佢哋在帶去環境認識一下係冇？我就因為來者是客嘛，因為難得來面濃料，我就買安尼雞排回去食啦。買個東西啊？雞排。買雞排哦，菜地嘅用人哋面濃深山嘅米做嘅雞排。就當然特別啦，肉貝是很多嘅，就可以感受一下安尼咱台灣的熱情啊。你還有帶佢去面濃那料嗎？我會介意講面濃可能來辦的好食啦安尼。都難得來，都試一下東西。你自家喺做一個韓式料理雖然講已經都更加有規劃嘛，未來你還會做其他冇共用嘅研發嗎？未來其實我哋喺規劃上講，我哋還是以奇美地區為主啦。主要想要揀那個後面去，比如話嘅其他面濃嘅呢，在本國當然認識我哋。我哋就想講如果可以有機會把可以行電商就將我哋嘅泡菜給推廣出去安尼。就用類似真空包裝，而是咧唔是當走得過來，有可能我哋都睇明路風聽一下都有好食嘅泡菜可以食得到。就送過去安尼。安尼規劃，馬嘅時間可以推出啊，同我講一下，我記得。冇問題。係啊，安尼除了安尼之外，頭到我面到一件事情，面濃人有最好食咧，係講嘅辣炒年糕嘛。有感受到講面濃人最唔好嘅事，也係講感覺見到會感覺怪怪嘅那一種韓式料理啊。就印象過程咧，應該係呢韓式拌飯啦。餃飯哦。餃飯，因為
盐是可能是偏冻，因为看个东西，因为刚刚就会偏冻。如果做满爱饭就会全部搅搅那是。好，哎，种得好啊是呢。真是很简单，客家种皮的一种想法。系啊，好好的东西，做嘛个全部落乡下落酒港嘛，安尼当收得好事咯。就会讲啊，做嘛个那个渊源啊，做嘛个安尼是啦，那个教育啊。也系一种文化交流跟趣味啦吼。系啊。哇，观众朋友，其实啊，我说到真实的好食韩式料理，更加因那种可以去吃到。不过来到闽南的时节，可以去认真跟人点方炒一下，试一下，连韩国人都认真的韩式料理哦。今日再一次感谢我的认真带过来按西面按后堂的故事同按好食的料理，多谢哦。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有喊人民农料哦。好哦，在出去聊之前先本自家身体健康吧，等等先上来运动一下喽。希望我哋福起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